你好，我想要帮我先生挂号。很好，我上头甲我从部挂号。很好，我上头甲我从部挂号。请给我病患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抢得我病人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抢得我病人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这里。在里啊，在里啊。您先生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呢？现从部的手机号码是几号？现从部的手机号码是几号？0123456789。空日23456789。空日23456789。好，您想要挂哪一科的门诊？好，现上头挂哪科的门诊？好，现上头挂哪科的门诊？骨科。Good call, good call。请问您有指定医师吗？请问现有指定医生吗？请问现有指定医生吗？王医师，今天上午有额满吗？王医生，今日清早的名额挂联网。王医生，今日清早的名额挂联网。可以为您挂号。今天王医师门诊在1楼1诊。每种挂号。今日王医师门诊在1楼1诊。每种挂号。今日王医师门诊在1楼1诊。您的序位是65号。现是65号。现是65号。好的。好，好。这是张俊宏先生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也是张俊芬先生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也是张俊芬先生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这张是挂号单。这张是挂号单。这张是挂号单。1楼有志工提供身高、体重和血压的测量。1楼有志愿工提供身高、体重和血压的测量。1楼有志愿工提供身高、体重和血压的测量。谢谢你。罗拉hen，罗拉hen。